你的计划终于成功了，我是不是该跟你说一声恭喜呢？哼，你懂什么？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呢。哎，紫桃花，之前没看出来你还挺有本事的嘛。能先后把2个队友都送进笼子里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？紫桃花，不要在意凯莉的挑拨，她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根本没资格说什么同伴。你只是选择了正确的队伍，而鬼天盟也更加需要你。我们团队的羁绊和觉悟不是他所能理解的。至于金，你放心，我只是让他在这里暂时冷静一下，等他想通了，我们仍然会当他是鬼天盟的一员。谢谢您，鬼狐大人。这么短时间，这么大动作，而且还拿下了格瑞。鬼狐天冲挺有一套的嘛。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杀死格瑞呢？那可是个超级积分大礼包啊！虽然只是猜测，鬼狐天冲会不会是在向我们示弱？示弱？为什么？如果鬼狐他们斩杀了格瑞，获得了巨量的积分，那么鬼天盟的综合实力也会有很大提升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对他产生警惕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强大起来的鬼天盟会不会再把目标瞄向我们。有道理。现在他们经历了一场恶战，肯定损失不小，但又不收割格瑞这个最大的战利品，就是表示他们还没有威胁到我们的实力，让我们可以按原计划放手开干的意思。只是这样反而有点欲盖弥彰了，而且我对鬼狐天冲这个人始终有点不放心。大哥，之后的行动我们还是更谨慎一些为好吧。不用想那么多，我们可是宇宙第一的雷狮海盗团，看到好处就要抢，看到弱鸡就要踩，看到机会就要上，横行霸道才是我们的本职。区鬼天盟还不至于让咱们畏首畏尾的。鬼狐能抢到这么多好处，的确算他手脚麻利，但最大的那块蛋糕永远是属于我雷狮的。准备行动。是。这里是，总算醒过来了，你也太能睡了吧，金。凯莉。格瑞，你没事吧？别吵，我没事。哎呀，对人家一言不合拔刀就砍，对金就强忍伤痛，怕他担心，这友情真是令人感动哦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种囚笼是系统出品的高级货，专门用来囚禁参赛者的，从内部根本破坏不了，而且在里面你是无法使用原力技能的啊！说起来，之前好像还有人说要救我出去来着，怎么才一转眼自己也被关进去了？你是专程来搞笑的吗？对不起，凯莉，格瑞，都是我不好。哼，你本来就是个笨蛋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跟鬼狐天冲这种人打交道，不吃亏才是怪事。哼，金是笨蛋，你这排名第2的大高手也没好到哪去吧？你还不是跟鬼狐暗中勾勾搭搭的？偷我东西的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终于承认那块石板是你带来的了？什么石板？我可没说那种玩意儿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个笼子可没那么容易出去啊。正在想啊，里面打不开的话，就只能从外面了嘛。对了，紫桃花不在这里，她逃掉了是吗？
说不定他能回来救我们。紫藤花，想了半天你就想到他，你是在逗我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如果你是指那个紫藤家的召唤师，很遗憾，恐怕他已经倒向鬼狐填充了。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鬼狐把你们装进笼子里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看着呢。唉，人往高处走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嘛。不会的，紫桃花是我的朋友，他不是这种人。幼稚！凹凸大赛本来就是个尔虞我诈、你死我活的地方，在这里玩朋友游戏，你不觉得太奢侈了吗？朋友就是朋友，不论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，格瑞、紫藤花，还有凯莉，你们都是我的朋友。也许我们会有误会，会吵架，甚至会打起来，但是到最后，真正的朋友一定都能和好的。我相信你们，凯莉，请你也相信我吧。真无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啊，我说了很难懂的话吗？其实就是……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别擅自把我和你们当做一路的。本小姐留在这里，只是想等着看你们笑话而已。现在看也看够了，笑也笑够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！可是你说这个笼子没那么容易出去的。那只是对你们来说而已啊。早上好啊，凯莉小姐。赶紧的，我们要出去了。真是的，我还没洗脸刷牙呢。啊？那是……没问题了，凯莉小姐。新月刃。看样子恢复的不错嘛，不知道有没有变钝呢？好像还没变钝呢。吓一跳！哎，为什么突然松手啊？凯莉，谢谢你。别误会，我可不是想救你们啊，只不过是把你们也放出去当诱饵，我才更有机会逃走而已。小心，有人来了。哎，紫藤。